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上藥堂嘅頻道，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會同大家介紹有關兩間電力公司有關電費減價同埋各類津貼嘅懶人包。中電同埋港燈喺2025年11月17號公布舒緩措施，配合2026年電費就會下調超過2%，全年嘅淨電價連續9個月下調，並率先宣布推出新一輪嘅支援措施。兩間電力公司合共撥款超過3億5千萬，包括派發現金券同埋消費券計劃，預計超過60萬個家庭可以受惠，金額就由100蚊至到200蚊不等。當中有一類嘅住戶更加可以獲得一次性1000蚊嘅電費資助。咁首先就介紹中電方面嘅措施，剛剛有提過會派發消費券啦，中電就會撥款合共2億7千萬，當中有6千萬就係用於消費券派發嘅用途，而預計有60萬戶就會受惠，當中有包括低用電量嘅住戶啦，同埋長者電費優惠嘅住戶，而每戶就可以獲得總值100蚊，亦都即係合共2張50蚊嘅消費券，適用於喺大約4000間餐飲、零售店鋪，例如係藥房、餅店、電器店等等。自從2021年至今已經累計派出超過2億7千萬，惠及超過270萬戶，亦都持續創商戶數量嘅新高。咁所以重提一次，呢一個中電消費券計劃就會向60萬個受惠家庭，當中有包括低用電量嘅住宅用戶啦，同埋長者電費優惠嘅客戶就會每戶派發總值100蚊港幣嘅中電消費券。咁而其次，中電都將會推出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向大約7萬個弱勢社群家庭同埋分間單位住戶提供600或者係1000蚊嘅電費補助，當中包括65歲或以上嘅獨居或者係雙老長者嘅類別就係600蚊啦，而低收入家庭類別亦都係600蚊，而殘疾人士類別亦都係600蚊啦，而劏房住戶類別就係1000蚊。另外都會推出清涼家居試驗計劃，資助基層家庭喺住所嘅窗戶上邊貼上隔熱膜或者係塗上隔熱塗層，並提供空氣循環線，加強通風，節省電費開支。另外都會延續電子學習支援計劃，向基層家庭嘅小學、中學同埋大專學生送贈全新嘅電子學習器材，預計有2000個學生受惠。另外都會推出節能家電更換計劃，以資助長者同埋弱勢社群更換有1級能源效益標籤嘅窗口式變頻冷氣機、電熱水爐、雪櫃同埋洗衣機等等。另外都會持續社區客廳支援方面，以資助社區客廳添置具能源效益嘅電器同埋學習配套嘅設施。另外佢哋都有社區能源效益及電力安全提升計劃，資助樓齡較高嘅老舊式住宅大廈改善公用地方嘅電力設施，提升電力安全。以上提及就係中電嘅措施嘅一啲節錄嘅資訊。如果對於上述嘅計劃有任何查詢，可以致電佢哋嘅熱線26782633或者係26780372。另外都可以瀏覽佢哋嘅官方網站以瀏覽資訊。跟住就係介紹港燈方面嘅措施啦，當中有包括派發現金券俾弱勢家庭啦，另外向社福機構營運嘅社區中心提供餐飲嘅活動資助，藉此就可以傳遞能源效益同埋節約相關嘅信息。另外都會為合資格嘅人士提供添置節能電器、電費津貼等等。另外佢哋會推行加強版嘅節能共享資助計劃。咁首先介紹翻現金券計劃先，佢哋嘅撥款額計劃喺2026年投放超過8000萬，受惠嘅戶數就大約會有1萬戶，當中包括參與電費優惠計劃啦，或者係由社會福利機構轉介嘅弱勢家庭。現金券嘅面額就係每戶200蚊，而呢一啲現金券可以用於日用品嘅消費。咁提提大家，呢一啲現金券可以由社福機構或者係區議員
去識別有經濟困難嘅家庭而去做推薦呢，咁就都可以獲得發放總值200蚊嘅現金券。另外，有關節能家庭資助計劃方面，係會為弱勢家庭，例如係長者、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等等，提供節能嘅電磁爐啦，同埋電熱水器，以提升能源效益、加強防火安全同埋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等等。另外，喺照顧劏房戶方面，佢哋有一個劏房租戶電費津貼計劃，會繼續向合資格嘅住戶提供一次性1000蚊嘅電費資助。另外，社福機構餐飲資助計劃嘅資助名額將會提升到去120個，而每間中心嘅上限維持3萬蚊，預計可以讓更多嘅社區中心為有需要嘅社群舉辦餐飲活動，藉此向社區傳遞能源效益同埋用電安全嘅資訊。另外，會喺蒲台島推出可再生能源供電試驗計劃，為合資格嘅住戶提供太陽能光伏板、儲能系統同埋節能電器，並會重鋪電力線路，協助偏遠同埋冇電網覆蓋嘅社區低碳轉型，提升電力安全同埋能源效益。呢一個試驗計劃將會為期24個月。以上就係一啲有關港燈措施嘅節錄。如果對於上述計劃有任何查詢，可以致電佢哋嘅熱線28373446。另外都可以瀏覽佢哋嘅官方網站，以了解詳細嘅資訊。而現時亦都會有一啲全港性嘅電費補貼，例如係政府嘅電費舒緩計劃，就會向合資格嘅住戶每月有50蚊，累計1200蚊嘅資助。詳情可以瀏覽佢哋嘅官方網頁，以了解詳細資訊。另外就係政府電費補貼計劃，會提供連續11個月每月80蚊，再加第12個月嘅120蚊，合共1000蚊。詳細資訊亦都係可以留意返官方網頁，以瀏覽詳細資訊。咁除咗上述2項現正已經進行緊嘅電費計劃之外呢，咁其實中電、港燈都有各類唔同類型嘅電費優惠計劃。咁如果你係屬於長者、殘疾人士、單親或者係低收入家庭等等呢，咁就可以留意一下啦。例如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長者電費優惠計劃，咁就可以留意熒光幕嘅第一個網址啦，以瀏覽詳細資訊。而有關中電嘅各類電費優惠計劃，都可以留意返第2個網址去瀏覽詳細資訊。而有關港燈方面嘅電費優惠計劃，咁就可以留意第3個網址。咁當然兩間公司有關電費優惠計劃嘅對象可能都會有唔同，詳情呢就建議大家可以向返該計劃嘅執行機構去查詢同埋申請。最後都提一提一啲常見嘅熱線服務，當中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最後記得留言、讚好、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啊！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唔好猶豫啦，快啲聯絡我哋啦，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下次見。